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7章12至16節，靈裡的喜樂。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，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，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，那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。故此我們得了安慰，並且在安慰之中，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裡暢快歡喜，我們就更加歡喜了。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什麼，也覺得沒有慚愧，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，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。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，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，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。我如今歡喜，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。保羅聽見提多從哥林多教會得到正面嘅回應，佢心裏邊極其歡喜。從前嚴嚴嘅責備，因佢哋嘅改變，如今得着安慰。12至13節 A 保羅的歡喜。保羅從前寫信俾佢哋，唔係為嗰啲虧負人的。嗰啲虧負人的，可能係指喺教會中道德犯罪嘅人，亦唔係為嗰啲被受人虧負的，可能係指受害嘅，甚至係指保羅佢自己。保羅寫信俾佢哋，乃係因為教會重拾對佢殷切嘅關心同想念，叫佢得着安慰。13節 B 至16，提多的誇獎。保羅不但得咗安慰，並且因為提多到咗哥林多教會，得到好好嘅接待而歡欣。提多都多多誇獎佢哋，因為佢哋信服保羅嘅教導，並且尊重佢嘅屬靈權柄。佢用恐懼戰兢嚟形容呢個權柄，因此提多特別懷念佢哋，所以保羅對佢哋嘅誇獎係真嘅，加上提多對佢哋嘅欣賞，就更加叫佢歡喜。佢哋嘅改變就對佢哋更加有信心。保羅呢段說話可以睇到佢對肢體有何等深嘅交情，佢睇見呢間教會喺屬靈上嘅進步，成為自己嘅喜樂同滿足。呢段經文叫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曉得欣賞別人喺屬靈上嘅進步；第二，肢體嘅進步成為自己心靈喜樂同安慰；第三，順服同尊重屬靈權柄係生命嘅表達。親愛天父，求你叫我哋有渴慕肢體靈命進步嘅心，並以此為自己嘅喜樂同滿足，都學習常常掛念肢體嘅屬靈光景。呢個都係主耶穌同保羅留下美好嘅榜樣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我哋可以點樣支持同鼓勵牧者呢？第二，我哋會否因肢體嘅進步感到安慰同心靈充滿喜樂呢？第三，教會可以點樣推動屬靈上嘅進步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